满强被捧白行，卫福部是赶紧要来想办法解决。因为若要转诊转院，拢得爱一间一间打电话去问，浪费真侪时间咧联络。所以今麦卫福部也宣布讲，急救责任病院甲26间部立病院，随时拢爱来回报有几个床位，共同合作收治病人。另外也要来改善护理人员的待遇，希望会当保留人才。 各大病院急诊的人是吵，急救责任病院的医疗量能是规个放弃。卫福部是着急要找解决的办法。卫福部医福会是联合26间部立病院和5间分院的院长来举行会议，落尾是决议要开绿色通道，专业配合区域联防的机制。我们在完全不知道医院状况之下的话，我们还要去打很多通的电话，那一间一间碰运气，也不是说对方就会立刻给我们一个答案。医疗医护人员已经很忙碌，所以要去花这个时间，其实是会让已经很繁忙的工作，那更加的。那有没有适当可以转出的医院以及民众的意愿？我想这2个点常常是花更多时间要去沟通。因为根据第一线急诊室的医师表示讲，目前各大病院之间的民床位的协调是欠完整机制，是靠病院之间电话联络，就算是传真予急救责任病院，定拢互回讲已经无空民床，就无结果啊。在过程中是无采几啊点钟，即马卫福部的绿色通道就要调动现行的14个急动症转诊网络和 EOC 紧急医疗应变中心的机制，随时回报空民床来帮助病人转诊。配合的病院是包括急救责任病院和部立病院，另外全国几百间社区病院嘛表示讲会当加入协作。那大医院我常常听到他们讲说病人转不出去，同样的我也收到我们的会员反映，地区医院这边空有床位、空有医护人员，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看是大医院自己跟我们协会联系。 或是透过政府单位，包括健保署。另外，卫福部所属的病院嘛强调讲，有透过改善护理人员薪资福利这制度，来加强人员的留任，嘛希望会当共同维护医疗品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